經嘅機械人，嗰個長者因為受驚要送院，機械人就被警方押走。呢場街頭人機大戰喺澳門沙梨頭南街上演。當時一個女士正係指罵緊一個人形機械人，機械人就舉高雙手，引嚟唔少人圍觀。澳門治安警話，事發喺上星期4晚，個女士當時用緊電話，報稱俾後邊嘅機械人嚇親，雙方冇肢體接觸。不過女士就受驚，身體唔舒服，要送院治療，事後冇再追究。涉事嘅機械人屬於一間教育中心，用嚟宣傳推廣。當時有一個50幾歲嘅男人操控測試，最終個機械人被警員押走。警方提醒嗰個男人喺操作機械人嘅時候，應該避免對周圍嘅環境或者途人產生危險或者驚嚇。事件喺澳門社會掀起唔少嘅討論，有人形容今次係全球首宗機械人俾人拉嘅事件。分析就認為機械人種類繁多，要規管唔容易，政府應該做好教育同宣傳，並且預先審